台北市动保处正前有接到通报，讲伫咧信义区看到5只猫仔尸体，断定拢是向虐待死的。有委员就讲，咱动保法内底针对虐待动物的罪行受轻，应该爱加重，而且要有记录虐待案底平台，公布黑名单，互因一世人拢袂使去死。画面内底这只猫仔的尸体是台北市动保处接到通报找到的。动保处伫信义区4个所在找到5具猫仔的尸体，这个猫仔拢有明显的外伤。对照之下，嫌犯是一个查甫人，几啊届甲无共的查某朋友去领养猫仔，了后才甲虐待杀害。模式是认养虐待，甲猫仔虐待致死的事件一直出现。长久以来，关注动保议题台北市议员柯淑华呼吁应该提悬刑责，嘛要建立动保监科犯检视平台。我们看到的刑责只有2年嘛，那我认为说应该提高到5年，而且呢，5年还要把这个人列为一个所谓的辅导机制。去坐牢是一回事啊，但是他坐牢出来会不会同样就犯这样的状况？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做一些心理辅导跟建设。动保团体呼吁，因就为虐待杀害猫仔，无论是1只或者是几啊只，拢应该加重刑责。建议为目前的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改做是1年以上，或者是3年、5年以下。若无真有达到主动的效果。大部分都是用拘役，就算是有期徒刑，也很少超过6个月以上，除非是使用那个机械或毒杀复数动物以上，才会就是超过6个月。农业部表示，英国已经几啊届修法加重刑责，敢是阁要继续加重，就要看社会共识。因若目前已经在做相关资料库的建立。违反动物保护法或者是家暴相关的个案的个资，我们现在都有做一个资料库，建立黑白灰的名单，黑名单或灰名单的部分都会去受到一些限制。动保团体呼吁农业部赶紧公布，才会当互公立或者是民间的收容所筛选认养的人。不过，这一届信义区5只猫仔，若像去互虐待杀害的事件，嫌犯真有可能是透过无共查某朋友的名来认养，会互用黑名单来筛选的方式变甲更较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